费尽心机，但练成这个仙丹妙药，老兄你才容易让你给我破坏相配啊！皇上，皇上，你若要成仙，我会用个成全你，你千万唔通搁再害任何无辜的人。成全我？是啊。你要用什么成全我呢？皇上。 皇上，相奈。灵丹，什么灵丹呢？分明穿肠极药。我要将你拍钉钉，你心肝内痛一定，想出毒计，想要将我毒死掉。哼！不是，皇上，这确实是王母娘娘赐予我的灵丹。 这是灵丹，好，证明你这个服这灵丹。安怎？这灵丹敢若一粒啦尔，我若是食落去，你就永远无法度通我成仙啦。哼，无要紧，我要亲目睭看你服灵丹。 看这是假是仙丹，又是极药，这。